認識佛教，幸福美滿的教育。淨空法師講述，鄭榮、李俊文、郭子君、周錦標聯合播講，妙音居士監製，馬來西亞淨宗學會製作。佛教係佛陀對九法界眾生至善圓滿嘅教育。釋迦49年所說嘅一切經，內容就係說明宇宙人生嘅真相。人生就係自己，宇宙就係我哋生活嘅環境。知覺名佛菩薩，不覺名凡夫。修行就係將我哋對宇宙人生錯誤嘅睇法、想法、說法、做法加以修正。佛教嘅修行綱領係覺正淨，覺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正而不染，並以界定為三學，以求達到此目標。修學嘅基礎係三福：待人依六和，處世修六道，遵普賢願，歸心淨土。佛之教化能事不移。作者的話：正確地認識佛教對於初機好重要。好多嘅同修對佛教嘅觀念係錯誤嘅，所以我哋廣泛嘅印行流通此書，幫助初學將佛教嘅正確觀念樹立起嚟。雖然仍未完全盡意，但係真誠嘅供養、真誠嘅發心，希望有緣嘅同修都能歡喜，並得到真實嘅受用同法益。乜嘢係佛法？各位同修喺修學佛法之前，一定要對於佛法有正確嘅認識。假如我哋將佛法認錯咗，即使係嘥咗好多嘅時間修學，到後來得唔到結果，咁就非常可惜。因此，我哋先將乜嘢係佛法同各位同修作一個最簡單扼要嘅一個回顧。佛教嘅創始人係釋迦牟尼佛，世尊喺3000年前出現喺北印度。根據中國歷史所記載，佛誕生喺周昭王24年，亦即係甲寅年。喺周穆王53年，壬申年入滅，住世79年。現代中國佛教老一輩嘅大德對佛入涅槃嘅紀念日，就係用呢個紀念。歷史上記載佢老人家在世嘅時候，曾經為大眾講經說法49年。佛入滅後1000年，亦就係中國東漢明帝永平10年，公元67年，佛教至正式嘅傳入中國。我哋想要認識佛教，首先要知道乜嘢係佛，乜嘢係法，乜嘢係佛法，乜嘢係佛教？呢幾個問題對於我哋修學關係非常之大。佛呢一個字係從印度梵文音譯過嚟嘅，佢係智慧覺悟嘅意思。當年點解唔用智覺呢兩個字嚟翻譯，而採佛陀呢個音譯呢？
因為佛陀嘅含義係無限嘅深廣。我哋中國智慧裏邊嘅智覺兩個字係唔能夠全部包括，因此就採用音譯，然後再加以注解。佛呢一個字有體有用，從佢嘅本體上講係智慧，從佢嘅作用上嚟講係覺悟。就體上講，智有三種。第一，一切智，用現代哲學嘅名詞嚟講，就係正確地了解宇宙嘅本體。呢一種智慧喺佛教裏邊稱為一切智。第二，道種智，種係指種種繁多嘅現象，宇宙之間嘅現象種類無量無邊。呢啲許許多多嘅現象點樣產生呢？由邊度嚟呢？現象過程又如何呢？後來結果又點樣呢？能夠正確明了宇宙萬象嘅智慧叫做道種智。第三，一切種智，就係對於宇宙人生嘅真相究竟圓滿嘅明了，冇一絲毫嘅迷惑，亦冇一絲毫嘅差誤。呢種智慧叫做一切種智。釋迦牟尼佛具足呢三種智，由呢個智慧起作用。當然啦，對於整個宇宙人生嘅真相得到完全正確嘅了解。智慧起用就係大覺。佛喺經上同我哋講覺亦有三類：第一係自己覺悟咗；第二係能夠幫助別人覺悟，咁叫做覺他；第三係圓滿嘅覺悟。小乘阿羅漢辟支佛呢啲人自己覺悟，佢哋自覺之後仲冇發心主動嘅去幫助別人覺悟。經典裏邊時常講呢啲就係小乘人。大乘菩薩自覺之後能夠主動嘅去幫助一切希望覺悟嘅人。希望覺悟就係機緣成熟，菩薩一定會主動嘅幫助佢，使佢從自覺到究竟圓滿嘅覺悟。咁究竟圓滿，正如同其他宗教裏邊讚美全知全能嘅主上帝一樣，喺佛教稱之為佛陀。佛話俾我哋知，咁圓滿嘅智慧德能，覺就係佢嘅德能，佢嘅作用。一切眾生本來具足，圓覺經講得好清楚。一切眾生本來成佛，亦係華嚴經常講嘅。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。換句說話講，眾生與佛都係平等嘅，冇差別。而家我哋將智慧德能都失去啦，點失去嘅？佛用一句說話將我哋嘅病根講咗出嚟。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能證得，呢個就係我哋嘅病根所在。我哋從佛境界落到今日呢個地步，就係受妄想執着之害，每日仲喺度繼續不斷嘅搞生死輪迴，亦係妄想執着。生活過得咁苦，都係妄想執着。妄想執着的確係一切迷惑災難嘅病根。妄想執着去咗一分，我哋就得一分自在，就恢復一分嘅自覺。要將妄想執着斷得乾乾淨淨，我哋嘅佛性就重新又恢復啦，恢復到本來佛啦。呢個事實真相，佛喺大經裏邊明白嘅話俾我哋知。大智大覺嘅對象就係無盡時空裏邊所包含嘅一切萬事萬物。呢個萬唔係數字，只係形容極多無量嘅無量。佛經常講，人身上一支汗毛或者係微塵，呢啲係講細，正報細嘅無端，依報細嘅微塵，大嘅可以到虛空法界。呢一切事物就係我哋自覺嘅對象。佛用一個代名詞代表呢啲萬事萬物，呢個代名詞就叫做法。所以佛法呢兩個字連起嚟就係無盡嘅智慧覺悟。
覺了宇宙人生一切萬事萬法。中國人常講佛法無邊，確實係無量無邊，所覺嘅對象冇邊際，能覺嘅智慧亦無邊際。咁無量無邊嘅自覺，各位要記住，係自己嘅本能。不過呢裏邊仲有一件事情係我哋好唔容易體會嘅，就係佛同我哋講，我哋本能嘅自覺與自覺嘅對象，亦即係宇宙人生萬事萬物，是一不是二。呢個我哋好唔容易理解。實在講，如果我哋好冷靜嘅去思維觀察，假如佛所講嘅呢句說話真嘅能夠成立，呢個自覺係究竟圓滿嘅，咁呢句說話就可以相信。我哋更應該相信，如果話能知同所知係對立嘅，呢個智同覺就好難講到圓滿。換句說話講，咁係好有限嘅，唔係究竟圓滿嘅。但係佛話俾我哋知，能知能覺與所知所覺是一不是二。呢個係佛法裏邊常講嘅一真法界，亦就係華嚴最真實、最圓滿、最高嘅境界。淨土中講嘅西方極樂世界都係屬於一真法界。以上我哋明了佛法呢個名詞嘅含義，對於乜嘢叫做佛法，會有一個粗淺嘅認識。民國初年有一位歐陽竟無先生，係當代嘅大佛學家。佢喺南京創立支那內學院，培養咗唔少嘅佛教人才，有出家嘅，有在家嘅。呢一位大師喺民國12年喺第4中山大學，亦即係而家嘅南京師範大學，發表咗一次演講，講題係佛法非宗教非哲學，而為今世所必須。當時喺中國引起相當嘅震撼。佢舉咗好多例子為佛法證明。呢篇演講由黃恩陽居士整理印成小冊，台灣亦有流通。各位仔細嘅睇一睇，佢嘅觀點係非常正確嘅。乜嘢係佛教？佛教究竟係乜嘢呢？學佛嘅人唔能夠唔知道，佛教係佛陀嘅教育，係佛陀對九法界眾生至善圓滿嘅教育。教育內涵包括咗無盡無邊嘅事理，比現代大學裏邊嘅課程內容更加多。時間上佢講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；空間上佢講我哋眼前嘅生活一直推演到無盡嘅世界，所以佢係教學，係教育，唔係宗教。佢係智慧覺悟宇宙人生嘅教育。中國孔子嘅教育係講一世一生，由生到死嘅教育。佛法係三世嘅教育，講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佛教真嘅係教育嗎？如果我哋詳細嘅觀察，呢個疑問就會消除。喺日常生活中，只有教學，只有師生嘅稱呼。我哋稱釋迦牟尼佛為根本嘅老師，就係本師，亦係表示呢個教育係佢老人家創始嘅。佢係第一位創辦人，我哋自稱為弟子。弟子係中國古時候學生嘅自稱。由呢啲稱呼，我哋知道我哋同佛嘅關係係師生關係。就宗教嚟講，上帝同信徒唔係師生關係，佛門就係清清楚楚嘅講明，佛同我哋係師生關係。我哋同菩薩係同學嘅關係，菩薩係佛早期嘅學生，我哋係佛現在嘅學生。我哋同菩薩係前後期同學，菩薩係我哋嘅學長。呢件事要搞清楚啊！喺日常生活中，我哋稱呼出家人為和尚，其實喺一個寺院裏邊只有一位和尚。和尚係印度話，翻作親教師，亦即係親自教導我哋嘅老師，就好似而家學校裏邊嘅指導教授，佢
佢係直接指導我哋嘅，關係非常親近密切。佢如果唔係直接嘅指導我，就稱佢為法師。就好似同學校裏邊嘅老師好多，但係佢冇上過我嘅課，冇指導過我。和尚同法師嘅差別就喺呢度。代表和尚教學嘅老師稱為阿舍利。阿舍利嘅言行可以做我哋嘅榜樣，可以做我哋嘅模範，我哋可以同佢學習。呢啲稱呼喺教育裏邊自有嘅，宗教裏邊係冇呢種稱呼嘅。由此可以證明佛教係教育，唔係宗教。再由佛教道場嘅組織，中國佛教寺院嚟睇，寺院係佛教教學同佛教藝術相結合嘅一個教育機構，就好似依家嘅學校同博物館結合喺埋一齊。呢種形式就係現代所講嘅藝術教學。現代人處處講藝術，佛教喺2、3千年前就實行藝術教學。從寺院嘅組織亦能夠睇出佢同現代嘅學校大致相同。和尚相當於學校校長，係主持教學政策嘅人，課程係佢制定嘅，教師係佢聘請嘅。呢啲係和尚嘅職責。和尚下邊仲有3位幫助佢嘅人，佛家稱為綱領執事，分掌3個部門。掌管教務嘅稱為首座，掌管訓導嘅稱為維那，掌管總務嘅稱監院。名稱同學校唔相同，實際上佢哋管嘅事務同現代學校裏邊嘅教務、訓導、總務完全一樣。可知道寺院機構嘅組織確實係一間學校，係一間非常完整嘅學校。中國過去稱之為叢林，叢林就係佛教大學。我哋從佛教嘅起源一直到中國佛教嘅建立，可見佢的確係一個教學嘅體系。呢個事實我哋必須要認識清楚，然後至知道我哋到底喺度學緊乜嘢。現代嘅變體佛教，目前呢個世界上，佛教至少有4種唔同嘅形式，同時出現喺世間，所以將我哋搞糊塗啦。第一係啱啱講嘅傳統嘅佛教，就係佛陀教育。釋迦牟尼佛原本就係咁嘅，但係傳統嘅佛教教育而家好少見啦。其他嘅佛教多少亦都係變咗質嘅。第二係宗教嘅佛教，佛教本來唔係宗教，而家變成宗教。今日我哋聽人哋講佛教係宗教，我哋亦都冇辦法否認。點解呢？擺喺外邊嘅形式確確實實係宗教。唔似從前嘅寺院叢林，每日上課8小時。依家你哋睇到邊間寺院上8個小時嘅課？古時候中國寺院每日上課8小時，修行8小時。修行有2種方式，一種係坐禪，一種就係念佛。所以修行人每日用功16個小時，解行相應。上課係聽講，研究討論。係理論上嘅，然後修清淨心，修覺正靜，每日有16個小時喺度用功，妄念當然少啦，所以成就就好快。依家我哋所見嘅佛教道場只係每日供供佛，收啲福報啫。佛教確實變成宗教。第三係佛學，佛教變成學術，變成哲學。而家有啲大學開佛經哲學呢一門課，將佛嘅教法當作哲學研究。點解將佛教當作哲學嚟研究，亦都錯咗呢？各位諗一諗，佛教教育係一個完整嘅大學，所有嘅科系通通都包括咗。
而家只認定佢係哲學部門，將佢縮成一點，所以亦都錯咗啦。歐陽先生講得好好，佛教唔係哲學，亦唔係宗教，佛法就係佛法，佛法係為一切眾生所必須。點解呢？佢真正能夠幫助我哋解決所有嘅問題，從現前嘅生活問題到將來嘅生死大事，冇一樣解決唔到嘅。可見得佛教嘅教學內涵係非常精深廣大，應作學術亦係變質。第四係邪門外道嘅佛教，呢啲係最近30-40年至出現嘅，咁係非常嘅不幸。各位要知道，宗教嘅佛教係勸善，勸人做一個好人；學術嘅佛教追求真理，研究知識，對社會冇幾大嘅傷害。如果係變成邪教，變成外道，利用人性嘅弱點，打住佛法做招牌，欺騙眾生，傷害眾生，擾亂社會，危害大眾嘅安全，咁係變質變得太唔似樣啦，變得太過分啦。呢啲邪門外道亦有啲言辭，一啲行為，好能夠吸引人，誘惑人。一旦涉入，等到事敗，知道吃虧上當，後悔就嚟唔切噶啦。各位同修，目前佛教喺社會上有呢4種，我哋要將眼撐大，要睇清楚，諗明白，我哋究竟要學邊一種佛法，對於我哋至真正有利益。佛陀教育嘅目標。一、佛教嘅學位制度。佛教既然係教育，佢嘅教育目的係乜嘢？佛喺好多嘅經論中，時常講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呢個係梵文音譯，尊重所以不翻。呢啲係佛教教學嘅總目標，翻成中文係無上正等正覺，可以將佢分為3個階段說明。第一係正覺，第二係正等正覺，第三係無上正等正覺。世尊同我哋講，世間人對於宇宙人生亦有覺悟，只係覺悟唔圓滿。好似科學家、哲學家、宗教家，對於世間事理，佢確實知道唔少，但係唔能夠算正覺。點解唔稱佢為正覺呢？因為佢雖然覺悟，但係佢嘅煩惱冇斷，佢仲有貪嗔癡慢，仲有是非人我。換句說話講，佢仲係凡夫，唔係聖人，所以唔能夠稱為正覺。如果係貪嗔癡慢人我是非煩惱都斷盡啦，冇煩惱啦，佛就承認呢個人係正覺，佢得到咗正覺嘅學位。佛教裏邊稱佢為阿羅漢，係最低嘅一個學位。阿羅漢以上嘅學位稱為正等正覺，等係等於佛，但係仲未成佛。等係指佢用嘅心同佛用嘅心係一樣嘅。由此可知，阿羅漢用嘅心同佛唔一樣，阿羅漢用嘅心同我哋係一樣嘅，差嘅就係我哋有煩惱，佢冇煩惱。呢個心喺佛法裏邊叫做色心，就係假嘅心，唔係真心。我哋用嘅心都係假嘅，都係妄心。所以人與人之間往來唔好太認真。今日別人對你好，要知道係假嘅，唔係真嘅。面對虛情假意，唔可以當真，當真你就生煩惱啦。再睇世間人今日講愛，聽日就離婚，咁仲成乜嘢說話呢？可見得呢啲唔係真嘅。菩薩用心係真嘅，真心係永遠不變嘅。佛用真心，菩薩亦用真心。佛用嘅係圓滿嘅真心，菩薩係分正嘅真心。佛在經上用月亮嚟作比喻，
15嘅滿月比喻佛嘅心，菩薩嘅心呢就好似初3、初4嘅月牙。你睇月牙上嘅月光，嗰個光係真㗎嘛？抑或係假嘅呢？係真嘅，一啲都唔假，只係唔圓滿啫。所以話初3、初4一直到14都係菩薩心，佢係真心，但冇圓滿，我哋稱為正等正覺。阿羅漢同辟支佛用嘅心，好似係水裏邊嘅月亮，鏡裏邊嘅月亮，叫鏡花水月，都唔係真嘅。從用心上睇，菩薩嘅心同佛嘅心好相似，好接近，係真嘅，唔係假嘅。所以就算係初住菩薩，啱啱破一品無明，正一分法身，佢用嘅心就係真心，絕對冇虛妄。咁就叫做正等正覺。修學得到正等正覺，呢個學位稱為菩薩。阿羅漢就好似係學士，菩薩就係碩士，佛呢就好似係博士。所以佛係通稱，唔係釋迦牟尼佛一個人獨稱。任何人智慧達到究竟圓滿，就係真心圓正，就稱之為佛啦。佛所證得嘅係無上正等正覺，所以佛、菩薩、阿羅漢係佛教學位嘅名稱。佢哋都係人，唔係神仙。各位千萬唔好將佢哋神格化啦。總之，佛係覺了宇宙人生嘅真相，擁有究竟圓滿嘅智慧，咁就係佛教教學嘅目標。所以佛法係智慧嘅教育，智慧嘅教學。二、佛教嘅教學目標。佛教教學嘅方針係徹底破除迷信。佛門常講破迷開悟，離苦得樂。迷係乜嘢呢？對自己、對生活環境嘅真相不了解，因為不了解真相，往往就睇錯啦，亦就諗錯啦。睇錯諗錯，亦就做錯。做錯嘅結果就係苦啊！如果一個人對於宇宙人生嘅真相能夠真正理解，冇諗錯，冇睇錯，冇做錯，所得嘅結果一定係快樂。所以破迷開悟係從因上講，離苦得樂係從果上講。為達到呢個目的，佛教教學嘅方針係破除迷信，啟發真正嘅智慧，令我哋有能力喺現實環境裏邊辨別真妄邪正是非，乃至於善惡利害，然後再幫助一切眾生建立理智、大覺、奮發、進取、樂觀、向上嘅慈悲濟世嘅宇宙人生觀。可見佛教既不消極，亦不落伍，係能夠俾我哋真實利益嘅。無量壽經上講，佛教係圓滿嘅幫助我哋解決眾生一切苦難嘅問題，讓我哋每個人喺呢一生中得到幸福快樂、家庭美滿、社會和諧、國家富強、世界大同。咁就係佛教喺我哋世間嘅目標。至於往後嘅目標，斷煩惱、出三界、殊勝嘅利益就更加不可思議。所以大家要認清楚，佛法係教學，係真嘅能夠令到我哋得到真善美慧、永恆真實幸福嘅教育成果。